关心疾管署伫昨昏有公布，即马上新天高热的病例数。顶礼拜，咱全台湾各新增加556个天高热本土病例。目前咱国内已经超过2000例，近年嘛出现国内第2例死亡的案例，是一个80多岁女性。另外，新北市顶一日是传出有一个女性去耍水，去喂到食脑架生虫死亡。疾管署即马公布水质采检的结果，伫地下室的积水有检出阳性。 稽查人员伫咧乌多摆店一个积水的皮仔内底采检到真侪水汽。台南市卫生局要甲采发，因为本土天狗热的疫情持续加悬。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556例本土天狗热的病例，其中以台南市471例占上侪，累计全台湾的病例数已经达到2135例，而且新增加今年第2例天狗热死亡的个案，是一个婚龄悬80多岁女性，为发病住院到死亡，仅1礼拜时间。 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血氧的这个浓度呢，也是逐渐的下降。那最后呢，是因为这个登革热造成这个意识状态的变差，以及这个肺炎的情形，造成呼吸衰竭，而不幸的在8月15号过世。另外，新北市顶一日发生一件，那像是伫咧收水池耍水，去感染到福氏瑞格利阿米巴原虫，人讲是食脑变形虫，致使脑膜脑炎死亡的个案。疾管署公布这个清水管环境采检的结果。 水的检体55件拢是阴性，不过有1件伫地下室的积水是验到阳性。目前认为这个地下室的一个积水跟清水的设施并没有相关联，那民众并没有暴露的一个风险。新北市卫生局发新闻稿强调讲，为了确保市民的健康，这间店目前是暂停营业，环境动线嘛伫咧改善当中，而且做全面的消毒。但卫生局复查甲水质复检合格了后，才会当恢复营业。 提供生水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